歡迎大家收聽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網上廣播節目第12集。今次呢，我哋有少少唔同，因為呢，我由原初嘅節目主持人嘅身份去到今集呢，我就變成嘉賓啦。我係鞍山探索館館長 Rick。係啦，咁而我呢，就係今集嘅主持，亦都係呢錄製12集聲音導賞嗰把聲嘅周聰。首先好多謝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嘅資助，令到探索館咧可以去推動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好好去探索咧關於礦村鄉郊嘅故事。因為過去喺礦山入邊嘅工作咧，我哋都係集中喺礦場同埋教會嘅歷史為主。係啦，館長，我都知道咧，你哋鞍山探索館啦，開咗好多年啦，亦都咧做呢個嘅馬鞍山村嘅保育工作咧，都做咗好多年。其實今次呢個山屋實驗計劃咧，同你哋過往嘅工作咧，有啲咩唔同咧？係因為呢個第一就當然係同即係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個主題有關啦，因為都想針對翻一啲即係鄉郊嘅村落故事去做一啲研究同埋做一啲保育復育嘅工作啦，係啊。咁第二就係因為過往我哋嘅焦點點解擺喺礦場或者係擺喺教會度呢？因為呢兩個可能對於公眾人士嚟講係即係容易啲去理解，或者會相對地係較容易吸引佢哋嘅注意力嘅。咁如果好似我咁係一個普羅大眾嘅身份，唔係好認識馬鞍山村嘅一啲背景歷史咁樣，咁而家我有啲興趣想去了解嘅時候，你又會點樣推薦我哋點樣去入手去了解呢個地方呢？其實好多人嚟到嘅時候都會問係咯，礦村呢個地方，我哋應該係點樣開始去認識或者去探索佢呢？咁樣，不如我哋試下從個村名開始去理解佢啊！因為即係雖然而家官方咧係用馬鞍山村去形容呢條村，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就會即係傾向中意咧用礦村去稱呼呢度。原來咧喺礦村發展成型之後咧，其實一直咧都冇一個正式嘅村名嘅呢度。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咧生活上邊一啲實際嘅需要啦，咁所以咧村民咧就會發展咗咧用一個叫做山頂馬鞍橋、上下半山同埋碼頭4個區域嘅嗰個形式咧，去俾大家清晰咁樣去表達咧呢度嘅地理位置。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哋即係同一位村民去做完訪談之後咧，佢聯絡我哋話有一啲舊嘅資料想俾我哋嘅時候咧，咁無意中就見到佢入邊咧原來有一份咧就叫做建搭臨時木屋申請書。當我哋再細心啲去睇裏邊嘅內容嘅時候呢，咁我哋終於就明白，原來因為呢喺村民嘅心目中呢，呢個地方呢一路呢都係由礦場去做管理，咁所以呢就變咗令到佢哋呢就冇咗一種覺得呢個地方需要有一個村名嘅一個諗法啊。如果以前即係外邊啲人點樣叫呢度呢？佢哋就會直接用翻馬鞍山就會形容咗呢個地方。如果再要仔細啲呢，其實就話馬鞍山礦場嗰度咯，咁樣。咁但係咧喺馬鞍山礦村呢度咧，即係我哋如果做過一啲嘅統計嘅資料咧，其實原來呢度咧嗰個姓氏咧超過100個。當年因為國內好動盪，所以啲人就南下落嚟香港啊嘛。咁我哋即係做咗一個統計，其實原來呢度咧有嚟自國內咧20個省份，即係唔同地方嘅人嚟到呢度。咁咧亦都即係一路去睇就會咁多唔同嘅人嚟到嘅時候，佢哋點樣去揀佢哋自己即係想住嘅地方啦？即係除咗係即係先到先得之外，其實仲會原來有一啲即係最初開始慢慢延伸出嚟。呢個就我哋會睇到呢4個區本身嗰個即係形成嘅過程。咁首先我哋知道就應該係山頂區咧最早去建立出嚟，而因為一個好直接嘅原因就係呢度最近礦場做嘢嘅地方啦，係啦。咁而亦都喺嗰個時代，即係最先落嚟嘅朋友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外省人嚟。係啊，咁所以佢哋就會揀咗最近嘅地方去住，咁慢慢可能口耳相傳啦。因為我都聽到即係一啲唔同，即係做訪談嘅過程，或者我哋去做節目嘅時候，嗰啲嘉賓佢爸爸嗰一輩，原來咧都喺國內嘅唔同嘅地方咧，都有聽到咧馬鞍山要礦工或者請人嘅一啲咁嘅信息。咁於是佢哋慢慢又即係嚟到呢個地方，
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咧喺度好似一個延伸咁樣呢個地方開始好多人咯，咁我哋又去揾一啲自己覺得合適嘅地方，咁所以馬鞍橋啊、上下半山啊同埋碼頭區就係慢慢咁樣再一路建立出嚟。咁亦都有趣就係我哋都會即係去嘗試了解最初嚟嘅係啲咩人多咧咁樣，咁所以就會知道咗原來馬鞍橋最初咧就係客家人為主嘅。係啦，咁然之後咧，上下半山咧就係潮州人嘅地方，咁最後咧就碼頭區咧就係廣東人，即係去喺嗰度聚居嘅一個地方啦。咁然之後我哋又會再即係一路去尋找裏邊，點解啲人會喺嗰度落腳嘅咧？即係同一個背景嘅人會走埋一齊咧，咁就開始知道多啲，原來佢哋。即係其實我哋放大啲去睇，唔係淨係睇條村嘅時候，因為嗰啲人嚟到呢度都要同附近嘅環境有一啲互動。即係譬如馬鞍橋點解客家人會喺嗰度落腳呢？原來因為嗰度附近有一條原居民村，咁佢哋都係客家人嘅背景嚟，咁所以咧自己人照顧自己人。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咁就好自然咧佢哋覺得嗰個地方可以，亦都即係原居民村嘅村民都俾佢哋喺嗰度起屋，咁所以就有一啲咁樣嘅即係發展出嚟。咁而再睇落去上下半山，其實就係潮州人可能對佢哋居住嗰個環境都有一啲要求，或者都希望有一啲規劃，咁所以佢哋又揾咗一個即係山谷嘅位置去即係建立佢哋嘅家園啊咁樣。咁最後即係廣東人就好直接嘅，即係我哋會形容佢哋即係嗰個地方咧又方便。咁佢哋咧就會去嗰度啦。咁所以當年剩翻嘅區域就係碼頭區啦。咁雖然碼頭區都唔係話好遲發展嘅，因為礦場始終都有佢哋嘅建築喺嗰度。咁但係可能去到最後，嗰個地方都可以喎。咁於是咧，廣東人就喺嗰個地方，即係慢慢就變成咗最後一個即係區域喺嗰度啦。咁樣。即係如果當我哋去細心啲睇時候，香港當年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我哋要自己呢個就冇屋區啦，係啊，其實咧即係點解啲人會揀喺嗰啲地方住咧？就係因為嗰度附近咧應該有嘢做。咁有嘢做，咁方便，咁就於是揀嗰個地方落腳。因為有人開始喺嗰度住咧，咁慢慢咧可能就係咁樣建立咗嗰個即係人嘅網絡。啲人就有人喺嗰度住，咁我又喺嗰度住咯。咁慢慢可能就會有啲介紹啊，即係大家又會即係口耳相傳啊。咁所以就慢慢去建立啲唔同嘅即係居住嘅木屋區啊。咁我諗馬鞍山礦村呢度都係即係嗰一種嘅形態啦。所以有嘢做，啲人就嚟呢度。即係喺度住啦，咁亦都因為即係佢哋同個環境嗰種互動，咁所以就即係會有呢啲咁，最後會發展咗4個區域出嚟。譬如山頂區同埋碼頭區咧，其實應該係相對人口比較多嘅地方嚟嘅，係啊。咁當然啦，亦都即係好多因素嘅喺背後，即係譬如佢哋係近工作嘅地方啦，係啦，或者係一個交通方便嘅地方啦，甚至乎係因為有教會嘅即係建築喺呢2個區入邊啦，咁所以令到個人流多嘅時候咧，咁自然就有啲誘因，就啲人會想喺嗰度住，或者係即係有啲經濟活動會出現喺嗰度。咁呢啲係一啲即係我諗係互相影響嘅一啲嘅元素嚟嘅。係啊，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就令到啲人咧就更加傾向咧，如果我即係一般嚟講，咁我就會喺呢2個地方咧選擇去落腳啦。咁樣呢個只係一個好概括，但係其實佢可能冇原居民村嗰啲100幾年甚至幾百年嘅嗰種歷史嘅根基喺度，咁但係可能喺短短嗰幾十年嘅變化裏邊，其實我哋都會即係睇到佢哋就係每一個寮屋區，可能其實佢背後即係隱藏過嗰個嘅故事咧，都會係有啲唔同喺入邊，係啊。咁而點解係咁短時間咧？其實呢個就應該係睇翻即係同香港成個發展嗰個節奏都好配合，因為成個即係香港個社會發展咁即係可能我哋住嗰個環境會一路提升啊，咁所以都變咗即係呢啲即係地區。相對我哋揀喺嗰度住嘅誘因就會少啲，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去睇一個地方，其實除咗係睇即係話點樣去簡單去定義佢之外，其實再深入啲去睇下歷史，
係啊，咁你就會睇到，即係譬如我哋講翻礦村呢個地方，就一路我哋都提緊啦，其實係一個因為採礦而延伸出嚟嘅一個村落。雖然佢應該唔係唯一嘅，不過如果喺個保存上邊，或者我哋能夠即係喺佢幾個元素，我哋都可以見到有一啲歷史嘅痕跡，或者一啲建築留低嘅。咁我諗馬鞍山礦村呢個地方咧，就真係一個好珍貴嘅村落嘅歷史地方。哦，即係以前呢度咧係冇名嘅，咁但係就我嚟到住，咁我住喺碼頭區嘅，咁我就話我係住碼頭嘅，咁喺山頂嘅朋友就我住山頂嘅咁樣，咁因為佢哋都係五湖四海啦，咁其實都已經好多元文化入邊，咁再加上有即係有教會啦，有啲西方文化喺度啦，咁其實都好多範疇喎，咁你哋取題去做呢啲即係節目嘅時候咧，有冇話邊啲題目其實容易啲去吸引到觀眾去收聽咁樣咧？其實一路即係去製作呢個網上廣播節目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另外一個配合聲音導賞啦，其實咧一路去預備嘅過程咧，都會令到我咧，或者我哋個團隊咧，即係對呢個地方即係嗰個歷史或者一啲嘅即係生活文化咧，會有多啲嘅認識嘅。咁我諗其中一個會比較吸引人多啲嘅就係飲食嗰個文化啦。即係因為即係可以擺落口食嘅就係其中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其中一個好好等人記住即係呢個地方嘅故事。咁即係一路去探索嘅時候就有啲我哋可能聽過嘅食物啦。即係或者我哋本身都有嘅食物啦，即係譬如可能啲饅頭啊、麵條啊，咁但係慢慢再聽落去咧，即係有啲外省嘅食物原來其實都幾得意有趣嘅，但係咧而家其實甚至乎喺香港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我哋都好難再見到啊！即係譬如佢哋有講過其中一個食物，佢哋好深印象嘅就係油糍啦，係啊，即係一個炸蘿蔔絲嘅餅啦，雖然佢呢個都未必係即係外省獨有嘅，因為我哋都有即係去細心去再了解。咁但係咧，即係聽翻佢哋講嗰個製作嘅過程啊，咁亦都即係佢哋當年一啲嘅回憶啊。咁所以即係呢個都驅使我哋不如我哋都去嘗試下，即係重現翻呢啲食物啦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次就有啲村民，即係舊嘅村民咁啱就上翻嚟呢度去懷緬下過去，咁跟住咧，我哋又即係有啲材料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又即係真係嘗試下整出嚟，就請佢哋去試下啦。咁出奇地又即係佢哋俾我哋嘅反應，我哋覺得哇，原來都幾特別嘅，即係嗱，可能一啲即係以前呢度嘅食物，即係礦村一啲嘅食物，對於出邊嘅人嚟講係新奇。但係咧，原來咧，即係以前喺度住嘅人，佢哋好耐都冇食翻嗰一種味道，或者見到嗰個食物。當佢哋即係有機會又可以再去品嘗嘅時候咧，其實又會刺激到佢哋咧，即係諗翻起以前喺度嘅嗰種生活啊，或者嗰種情懷啊，即係所以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咁一路我哋又再去睇即係另外一個區，或者其實得意就係上下半山嘅潮州人嘅社區。咁潮州嘅食物多元化就即係大家都可能知道嘅。咁但係咧，我哋一路去即係嘗試去再去探索呢個潮州食物，或者喺呢條村出現嘅潮州食物嘅時候咧，咁我哋又有一種即係認識，就係潮州人原來佢哋去即係預備食物嘅時候，可能嗰啲食材係一啲好簡單嘅食材嚟，咁但係咧佢哋即係透過佢哋一啲嘅即係巧手啊，或者一啲嘅方法，一啲好比較多嘅工序，令到佢哋即係嗰啲食物出嚟嘅時候又會即係食落嘅時候令到人哋好滿足啊咁樣。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部分。咁而另外一個就係我哋都開心嘅就係因為當我哋去請教一啲村民，即係去點樣去整即係上下半山潮州嘅風味嘅食物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咁就同我哋講，得你睇下約時間啦，我教你整啦，甚至乎即係佢哋亦都曾經親身嚟到喺我哋嘅活動裏邊咧，即係同參加者一齊去整嗰個食物，令到即係嗰個效果咧可以即係更加大，因為即係唔係淨係聽我哋去講嗰啲嘢食係點樣嚟嘅。
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用食物去聯繫個歷史同埋聯繫人，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重要嘅部分。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即係將呢個擺咗落喺我哋即係成個計劃裏邊去推行咁樣。因為我哋都聽到好多村民都係講食唔翻嗰種味道啊，甚至乎已經冇再見過嗰種食物喺即係出邊亦會有得賣啊咁樣。咁所以當我哋整翻出嚟，咁有陣時我又會 send 啲相俾佢哋睇，我哋試下整呢個食物喎。咁其實佢哋都即係覺得都開心嘅，因為可以見得到呢樣嘢，或者真係有機會可以再食到啊咁樣。其實都係嘅，即係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啊！一講到食咧，就係世界語言嚟噶啦嘛。咁都知道做呢個節目之前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咁就係去訪問啦、口述歷史啦，好多唔同嘅村民啦。咁好奇一問嘅，其實你哋去訪問咁多村民嘅時候，有冇啲情況係其實嗰個村民咧都好似差唔多嘅回應啊？定還是當中訪問村民嘅時候，有啲你哋覺得幾深刻、幾意想不到嘅情況出現呢？即係最初開始呢個計劃，即係馬鞍山村3個實驗計劃嘅時候，我哋去邀請一啲村民或者一啲已經唔喺度住嘅村民，搬咗出去好耐嘅村民，即係我哋覺得呢個地方好珍貴啊，想去即係同公眾人士多啲介紹，而做到一個保育嘅效果嘅時候，佢哋即係第一個反應就係呢啲都冇乜特別嘅啫，係啊，即係好普通嘅咋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會即係嘗試記低佢哋講嘅一啲嘢啦。因為我發覺呢個地方嗰種歷史咧，就唔係一個好單一，可以即係容易啲去理解或者推斷嘅一個故事。因為可能嚟嘅人嘅背景好多唔同啦，跟住佢哋參與喺度嘅年代，亦都有先有後，即係其實呢個社區雖然即係呢個村落，其實可能嗰個即係形成到繁盛到可能到而家呢一種嘅狀態，其實可能都係短短幾十年裏邊。但係咧，佢哋每一個人參與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嗰個村都係一個唔同嘅狀態裏邊。咁所以咧一路收集到嘅時候，我哋就慢慢好似即係好似我之前講過咁樣，好似砌圖咁樣，去將即係個礦村一啲唔同嘅古仔去慢慢砌出嚟。咁所以我哋一路去記錄啦。咁如果你問我喂即係真係大概幾多人到啊？我諗都超過100人，係喺裏邊。咁就有一啲係會即係同我哋又會分享多啲啦。咁有一啲就可能未好習慣啦，係啊，因為始終對佢哋嚟講呢樣嘢都以前未遇過。係啊，咁即係都係要啲時間佢哋去適應嘅。咁但係有啲我哋都會見到，最初可能佢都唔係好知要講啲乜，但係咧佢可能會再翻嚟，即係或者佢再見到我哋做嘅一啲工作嘅時候，其實佢哋又會覺得幾有意思喎，或者佢見到啲公眾人士喺度參與活動嘅過程，原來即係我同佢一齊整以前我細個會食嘅食物嘅時候，即係原來佢哋都係咁開心，或者佢哋覺得呢啲嘢係即係一啲好嘅嘢嘅時候咧，咁某程度上都推動佢哋去提升翻對呢個地方嗰種歷史文化嗰種珍貴嘅嗰種嘅感覺啊。咁然之後聽得最多就係係窮嘅，不過咧，佢哋又開心嘅，即係呢一種嘅生活嘅態度，我覺得即係我大部分即係我都會喺佢哋身上面感受到，即係我哋即係都會有陣時會咁樣諗，就係即係譬如獅子山下，即係其實係一個創造出嚟嘅一種嘅精神面貌啦。咁但係我哋會咁樣形容就係，其實獅子山下都未有嘅時候咧，其實馬鞍山下已經有呢一種嘅精神面貌建立咗出嚟。係啦，咁而家咧節目去到一半咧，都係按照前11集嘅慣例咧，都會插播一段咧聲音導賞嘅。而今集嘅聲音導賞咧就係最後一集第12集。咁我哋咧而家一齊去聽一聽，究竟最後一集我哋嘅主題係啲咩呢？歡迎大家收聽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嘅聲音導賞節目第12集未完的礦村鄉郊故事。馬鞍山礦村同香港一般以農業為本嘅鄉郊村落截然不同，
佢嘅誕生源自馬鞍山鐵礦場嘅開採發展，喺1940年代尾至到1950年代嘅動盪時局中逐漸成型，係一處因工業而生嘅獨特社區。鼎盛時期有近萬名礦工同家屬聚居喺度，分別喺山頂、馬鞍橋、上下半山同碼頭4個群落，雖無百年村落嘅深厚根基，但喺短短幾十年嘅歲月，喺馬鞍山下譜寫出一段鏗鏘有力嘅山城故事，一個由礦場、村落與教會緊密共生嘅鄉郊社區。礦場提供生計，村落盛載人情，教會滋養心靈，三者互相依靠，撐起整個社區嘅運作同精神。喺村民嘅口述之中，我哋發現呢條村原本係冇正式嘅名㗎，或者因為礦場先於村落出現，從來都冇人諗過要幫佢起返個名。為咗方便生活溝通，大家慢慢就用地理分區訴說各自嘅聚居地方。我住山頂，我住碼頭㗎。呢啲約定俗成嘅稱呼一直沿用至今。而今日所叫嘅馬鞍山村，其實係沿用咗附近溫氏家族所建立嘅原居民村落嘅官方名稱。食物係記憶嘅載體，亦都係礦村多元文化嘅縮影。無論係山頂小店嘅外省風味，馬鞍橋嘅客家家常，上下半山潮州家庭嘅精緻小菜，定係碼頭區茶樓嘅一盅兩件，每一種食物都承載住礦工們遷徙嘅足跡同故鄉滋味，交織出五湖四海嘅飲食文化。訪談中，好多村民提起某種食唔返嘅味道，語氣入面唔單止有對食物嘅懷念，更多係對嗰份已經好難重現嘅社區情誼嘅追憶。50年代尾至到60年代初，礦村迎嚟人口高峰，嬰兒呱呱落地，一個家庭有5-6個孩子並不罕見。為應付人口需求，教會就開辦幼稚園，接續下一代嘅成長。孩子當山林係遊樂場，溪澗為泳池，從山上玩到海邊，綠巢山、昂坪、石籠仔、茂坪、馬頭峰，喺大自然處處留低佢哋奔跑嘅足印同笑聲。冇玩具唔緊要，挑竹籤、滾地環、踩高蹺、炮虎籠，用創意嘅小玩意填滿每一日。雖然窮，但唔覺得苦，係村民回憶童年最常講嘅一句說話。知足常樂，礦村孩童就係咁樣長大噶啦。鐵礦藏於岩脈，而礦村嘅故事則深住喺歲月之中。1976年，礦場正式關閉，村民頓失依靠，紛紛遷出礦村。與此同時，適逢香港正進入大型基建發展嘅蓬勃年代，大興土木，隧道、地鐵、水塘、輸水管道四圍動工，好多曾經扎根馬鞍山嘅礦工，帶住一身經驗同技術，轉戰唔同嘅工地，成為城市建設嘅無名功臣。佢哋將礦村精神化作為香港城市發展嘅養分，由礦村伸延至香港城市發展嘅脈搏之中，扣連另一個蛻變時代。礦場已經沉寂，但礦村故事從未終結。今日走入氣靜嘅礦村鄉郊入面，你仍然可以喺馬鞍山郊野公園燒烤場嘅良友路舊路牌、馬鞍橋嘅舊寮屋區告示板、山頂民居木門牌、依然屹立嘅信義會禮拜堂同天主堂建築等等，觸摸到嗰段歷史嘅溫度，發掘出佢哋背後所埋藏嘅生活故事，見證一個來自五湖四海嘅人共建嘅鄉郊社區，如何喺艱苦中扎根，喺變遷中延續，喺馬鞍山之下寫下屬於自己豐富動人嘅篇章。
聲音導賞節目嚟到第12集，亦都係最後一集。好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收聽，希望藉住一系列嘅聲音導賞節目，嘗試以文字同圖片以外嘅方式，好好保存呢段被遺忘咗嘅鄉郊故事。想回顧馬鞍山礦村嘅鄉郊故事，歡迎再次收聽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嘅聲音導賞節目第1到第11集。我哋會以聲音帶你遊歷礦村，一探礦村獨特而珍貴嘅鄉郊文化。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係由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主辦。好啦，咁聲音導賞完咗之後呢，我哋再一次翻到嚟呢個網上廣播嘅節目嘅環節裏邊啦。咁呢，其實節目呢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去到最後啦，都不如訪問下館長啦。即係其實有興趣知道，其實礦場啦都即係結業咗咁多年啦。咁條村嘅村民有啲咩去向？其實條村嘅變化去到而家又係點樣呢？我諗從即係今次呢個計劃嘅經驗裏邊啦，其實有一個信念啦，即係我哋其實喺之前都參考好多唔同地區，即係佢哋做一啲我哋要直接啲即係類似社區營造嘅工作啦。咁其中我睇咗本書咧，咁有日本一個社區設計大師嚟嘅山崎亮，佢有一個咁樣嘅形容，就係佢希望做到一個社區係可以1萬人嚟100次，而唔係100萬人嚟一次。咁我覺得都幾值得我哋去諗，點樣可以做到即係一個咁樣嘅地方。而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喺度即係呢個計劃去行咗2年嘅時候，其中一個我覺得翻返去最原初好簡單嘅就係令到嚟過呢度嘅公眾嘅朋友中意呢個地方。係啊，即係因為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嘅朋友，即係佢譬如參加過一啲活動之後，佢會再上嚟嘅。而佢再上嚟，可能其實佢唔係淨係佢自己嘅，佢會再帶其他朋友嚟呢度，或者即係推介俾啲朋友去參加我哋一啲唔同嘅活動。係啊，咁我哋都有陣時都會即係有啲都見得多，我哋都會問下佢啊，點解你會即係介紹咁多朋友嚟嘅咁樣？咁佢俾我哋嗰個回答就係，其實佢話因為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咧，覺得呢個地方好特別。係啊，因為佢冇諗過喺一個咁樣嘅鄉郊嘅地方，原來有一個空間可以認識翻佢嘅歷史嘅故事。係啊，然之後佢覺得好有意思，係啊，咁所以佢都想俾多啲人知道呢度嘅古仔。咁而即係佢哋呢個回應，其實某程度上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即係起碼都真係有公眾人士都覺得呢個地方嘅歷史係好特別，亦都好珍貴，所以即係佢哋會自己去行動，即係去俾多啲人去。即係希望可以都揾到佢哋身邊嘅朋友去認識呢個地方，咁慢慢就建立呢一種嘅力量，或者呢種嘅一種嘅模式，係啦，咁係咯，我希望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可持續嘅狀態啦，因為咁樣先至能夠正話講可持續，係因為做鄉郊保育，其實我哋都希望係一個可持續嘅工作嚟，亦都需要係去持續嘅，係啊，咁然之後先至可以好好保存呢個歷史啦。即係好似一開始即係節目嘅時候講啦，即係我哋就先從佢可能個名開始啦。其實你就已經睇到呢個地方嗰種獨特性係點樣嚟。咁然之後，你慢慢即係知道佢可能嗰個分佈啊、地理嗰個概念啊，然之後啲人嘅背景啊，即係即係呢度另外即係譬如可能教會喺呢個村落裏邊嘅嗰種工作啊，係啦，其實裏邊交織出嚟嗰個故事，其實係即係好豐富嘅。咁然之後，係啊，我哋都認識咗一定嘅程度之後，咁我哋再點樣去即係睇多啲啊？其實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
聚焦，然之後可以又再拉翻大去睇，即係成個即係呢條村同成個世界嘅嗰種互動，即係可能講得有啲誇張，不過又真係咁樣發生。因為礦業咧，即係呢個產業，佢對應嘅唔係喺本地個內需嗰個即係生產，而係其實佢同世界一啲唔同嘅地方即係去做一啲接軌。咁所以即係個礦場即係喺個即係市場上邊啊，嗰個需求大嘅時候，其實就係個礦場發展嗰個時間啦。咁當然呢個都係又要睇翻係當年喺東南亞一帶即係嗰個環境係點，因為當年即係香港嘅鐵礦咧，其實喺東南亞就係一個好搶手嘅一個一個天然嘅資源啦。咁所以就先至會有呢一個咁樣嘅發展喺入邊啦。咁但係去到70年代，其實成個世界嗰個經濟嘅環境，即係可能走向呢個衰退，一個蕭條嘅狀態。咁亦都即係好多競爭對手出現咗喺附近，亦都因為可能成個世界發展，可能喺個運輸嗰個能力上邊嘅提升，咁令到即係我哋呢度嗰個競爭咧，相對即係個競爭力就下降。咁然之後咧，我哋又會睇翻，縮翻落少少先，睇翻成個香港嗰個即係發展，因為即係80年代即係沙田馬鞍山新市鎮嗰個計劃，某程度上都係即係令到即係礦場要決定即係結束嘅一個原因之一，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度嘅礦村嗰個式微，其實某程度上睇到嘅嘢就會好多唔同嘅面向面貌，係啊。咁呢個亦都即係我哋又可以咁樣去同個世界去接軌，或者都同翻當時香港一個大環境去接軌。咁所以呢個睇到都係有趣。咁然之後補充多一個就係可能條村由幾千到差唔多1萬人，可以變成得翻而家幾百人住，咁就係完啦。咁但係原來中間有啲位咧，又唔係即係咁樣就去完結咗，因為即係呢度嘅村民其實佢哋因為生計要離開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呢度嘅歷史嘅一個延續嚟嘅，因為佢哋可能擁有嘅技術啦，佢哋嘅經驗啦，咁正正就係即係香港喺70年代到80年代，即係嗰個急速發展裏邊一啲好需要嘅一啲嘅人才啊，譬如佢哋即係好多礦工係考咗落炸藥嘅牌照，或者佢哋有喺地底工作嘅經驗，咁啱就迎合到嗰個時代，譬如一啲行車嘅隧道啊，地鐵嘅即係線路嘅開通啊，甚至乎係一啲水塘嘅輸水隧道嘅建設啊，一啲即係高樓大廈，即係要做一啲地底基建嘅工作啊，即係咁啱咧就吸納咗啲呢啲礦工去到即係香港一啲唔同嘅部分，去延續佢哋嘅技能，去建設翻個香港。咁所以即係我哋去睇即係礦村嗰個歷史咧，其實又即係好緊扣住喺香港嗰個即係70-80年代嗰個發展嘅嗰個步伐裏邊。咁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即係我如果形容礦村係一本書咧，即係佢可以有嘅篇章咧，其實係好多。我都鼓勵大家，即係如果都想認識即係馬鞍山礦村呢個鄉郊地方嘅歷史咧，可以簡單啲就嚟馬鞍山村呢個地方啦。如果我用翻官方嘅名，咁第二就係即係可以嚟到即係鞍山探索館呢度，係啊。因為喺呢度就會有多少資訊啦，同埋我哋都會有啲義工，即係喺呢度都好樂意去同大家分享，即係呢個社區或者呢個村落嘅一啲唔同嘅故事。咁另外一個即係就好似而家即係譬如喺呢度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一樣，即係就算你今日上唔到嚟，其實我哋都透過呢個計劃，所以就製作咗有聲音導賞啦，同埋有網上廣播嘅節目。等大家咧好似做咗啲功課先，然之後咧再上嚟咧去即係親身去感受、去探索呢個地方嘅故事啦。
係啦，咁所以咧都好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鞍山探索館嗰度參觀啦，亦都咧嚟到我哋馬鞍山村嘅時候，可以試下戴上耳機，一路行嘅時候咧，呢啲聲音導賞咧會一路話俾你聽，呢度曾經係啲乜嘢，呢度咧係有啲咩事情發生過，呢個門牌係代表啲咩嘅，咁呢啲咧都係可以即係一一細聽嘅。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咧，真係去到尾聲啦。雖然咧就好唔捨得咁多位聽眾，但係咧都希望咧未來嘅日子，我哋再有機會咧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馬鞍山村嘅故事噶。希望我哋有緣再會，拜拜。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網上廣播節目係由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主辦。